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3年9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37节到45节。出埃及记第16章22节到30节。马太福音19章23节到3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3角分享的主题是乐道甲占便。耶稣基督的譬喻中间上接近这种咱讲的天方夜谭的这种的譬喻，大概就是今仔日所要讲这个乐道穿过占便的譬喻。捌看到迄个卡通的画法啦迄只迄个乐道就好像亲像鸡龟般安尼安尼两边大大中细细安尼卡伫迄个占片内底头尾拢伫迄个两边这个足趣味的一个画面，一个情形这个情形所以咱知影这耶稣其实用真趣味的一个情形来做譬喻来做譬喻，互咱较清楚来了解。耶稣用这个乐道穿过占便来形容一个有钱的人的心态。因将迄个钱摕来，实在是安尼真高达就亲像这乐道要穿过占便要紧摕出来安尼无可能足困难的。好像亲像咱台湾人一个形容，这有钱人过真当酸的形容词是安尼讲，迄个人一个钱拢拍24个角要偷开也真困难。意思就是讲，因落地内底的钱拢永远摕袂出来。人的心态是惊摕少，惊无，惊比人摕较少安尼所以咱也会当伫出埃及旷野的中间看到这个吗哪的记载以色列人的心态，上帝特别的交代到第6日，因着捡顶杯的粪液，大家人捡4公升，全会众的领袖将这项事摩西来报告。摩西甲因讲，上主安尼讲，明仔载是安息的日子，是上主成的安息日。恁爱烘的今仔日就先烘起来，爱煮的就今仔日先煮起来。剩的就收地，留得加载去。因就照摩西的吩咐，甲剩的物件留到伫加载去。这会食物无有臭气，嘛无有生虫。摩西佮讲恁今仔日着食这个，因为今仔日是上主的安息日。今仔日恁伫野地找无绵羊，6日恁通去捡。第7日是安息日，这日恁无食物通捡。第7日有人出去找拢无。上主对摩西讲：恁毋肯遵守我的命令甲教示，要到第死恁着知上主已经将安息日赐予恁，所以第6日伊予恁2日的绵羊。第7日，逐人着照家己的所在，毋通出去人民就伫第7日来安息。每一个人，每一工，拢会通捡家己一工的粪液。若无加捡的嘛袂济啦
爱捡较少吼，嘛袂欠啊吼。但是伫安息日吼，想要去捡吼，嘛捡无。问题就是安尼吼，这是上帝互以色列人透过摩西所宣告的一个交代吼。基督徒就爱愿意跟对上帝，甲上帝仆人的带领，才会当进入伫迄个上帝的恩典内底吼。马太福音的经文19章23节到30节所记载，就是咱头前所咧讲的譬如，圣经的记载安尼讲，耶稣就甲伊的门徒讲，这个我实在甲恁讲，好嘢的人要入天国实在是困难。我阁甲恁讲，迄个路途穿过千片，比好嘢人进入天国阁较简单。门徒就听，因听了真惊，就讲哪会安尼？什么人会当得到救？遮尔困难吼！耶稣主目就甲因讲，甲因看，这个事人做袂到，故上帝逐项拢会。彼得因讲，阮已经放下一切来对你啊，阮会得到什么？耶稣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伫将来新的世界，人子坐伫阳光的宝座的时阵，恁会缀我的人，会坐伫12个宝座来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族。为了我的名，放下家己的厝、兄弟、姊妹、父母、囝儿，还是长远的人，拢会得到百倍的报赏，佮承受永远的活命。总是真济做头前的会做落尾，上落尾会做头前。基督徒就爱怎样才会当得到救恩？爱愿意来放落家己所有一切的人，才会当进入伫迄个恩典。就亲像耶稣基督的话安尼讲这个路途穿过千片照着圣经考古的研究啦圣殿呢有一个门互人称作尖片的话门。当时的人特别是做生意人，伊路途安尼来看到伫迄个所在，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呢，伊就必须爱先扛落所有路途身上卡遮片顶悬的火，才会通穿过这个门来入去。所以耶稣用这个譬喻，就是咧讲着迄个好嘢的人，亲像一只骆驼，身躯排着伊所有的家伙，仓库内底的财富。当伊去到伫这个叫做尖片的矮门，伫遐伊无愿意放落来，伊所拥有、伊所看重的一切的时阵，伊就无法度进入伫迄个恩典的门。所以，就爱愿意来放落，才会当得到；就爱拼工家己，才会当进入上帝的恩典，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就爱愿意来放弃，才会当得到救恩。耶稣就是要爱军队来学习过去遮的生理人来叫咱来学习爱愿意放落咱认为真重要的财物、财宝，甚至咱咧讲的材料，然后才会通进入上帝的圣殿。咱毋通学习，才会真孤单的好野人。
咱应该学习来放落一切，来得到救恩。当咱无愿意努力追求，无愿意放落家己的思想的时阵，咱就离开上帝愈来愈远，并且会一直咧退步，因为遐会努力追求、愿意放落一切人，都拢会当进入伫上帝的殿。伫后面呢，也要来做证。诗篇195篇第1节到第6节，37节到45节。恁着感谢上帝，求叫伊的名，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着夸耀伊的圣名，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不时追求伊的面，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所竞选雅各的子孙啊，你着想念伊奇妙的作为，想念伊的信仰，甲伊所讲判断的话。伊带因出来，带银带金，伊的支族中间无一个软弱的，因出来是埃及人大欢喜，因为埃及人真惊，伊用魂甲因食。伊是用火甲因照，因一个球，伊就互因吞飞来；佮用天的食物互因食饱。伊拍开石盘，水就冲出来，正做河流流过旷野。因为伊会记得伊神的应允，记得伊的仆人亚伯拉罕，伊引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带伊竞选的子民来唱欢喜的歌，来往前行。伊将列国的土地赏赐互因，佮伊互因承接别个民族落库得到的财富，通互因遵谈伊的规例，遵守伊的律法。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恳求上帝帮咱，阮会通愿意放落阮家己，阮的骄傲，阮的财富，阮的一切，阮愿意谦卑顺服，进入伫你的恩典。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